各位朋友，歡迎收睇天神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解釋一個非常有趣嘅話題，就係關於人氣男子組合 MIRROR 成員姜濤嘅潛在收入同公開資產盤點。相信好多人都睇過新聞，都知道2023年初有傳媒爆出姜濤以1800萬港元購入西環豪宅唯一，呢個數字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。我會詳細拆解姜濤個人嘅商業版圖，仲有佢做業主嘅房產策略。首先想感謝各位收睇天神頻道。如果你未有訂閱，記得要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， 咁樣先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嘅內容同獨家分析。講翻姜濤呢個26歲嘅年輕人，喺香港娛樂圈入邊其中一個最具商業價值嘅藝人。佢2018年底參加 ViuTV 嘅全民造星出道，當時已經贏得100萬港元嘅獎金。驚人嘅係，佢出道頭半年內，全民已經賺到200萬港元，相等於月收入33萬港元。以香港政府統計處2024年公布嘅數據嚟講啦，呢個數字已經超越咗全港90%打工仔嘅收入。簡而言之，姜濤出道初期嘅月薪已經係一般港人年薪嘅4倍有多啦。到底姜濤嘅收入係點解咁高？主要原因就係出 show。根據多份傳媒報道，姜濤嘅出 show 價高達50萬港元一場。咩概念呢？50萬港元相當於一般港人工作25個月，即係逾2年嘅收入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姜濤一個月接一場 show， 佢呢個月嘅收入已經係一般港人年薪嘅好幾倍。而且咧，姜濤就算淨係喺社交媒體出一個貼文咧，收費都高達20萬港元，相當於一般港人10個月嘅收入。呢啲數字可能好難想像，但係真實存在，而且係基於姜濤喺2021年時公開嘅報價。時至今日，佢嘅身價相信已經有咗顯著提升。講到廣告，姜濤喺2021年就已經成為咗本地社交媒體 KOL 廣告銷售額最高嘅人，榮登廣告王。根據廣告媒體監察公司 M&Go 公佈嘅報告，2021年本地社交媒體 KOL 品牌內容廣告銷售額高達8.7億港元，按年升57%，當中以姜濤嘅廣告銷售額最高。而喺2022年，姜濤仲逆市接近40個廣告，包括護膚、化妝品、銀行、快餐店、食品同埋服裝等產品。佢嘅廣告客戶名單睇起嚟咧就好似一個國際品牌大全，包括日本護膚品牌、國際快餐連鎖麥當勞、香港最大銀行匯豐、電子巨企三星同埋日本健康食品牌森下仁丹。要了解姜濤點解咁受歡迎，我哋要睇翻 MIRROR 呢個組合對整個香港娛樂圈嘅影響力。根據電訊盈科公佈嘅業績報告 ，ViuTV 即係 MIRROR 嘅母公司喺2021年嘅廣告收益增加超過1倍，達到6.15億港元。當中 MIRROR 嘅貢獻係決定性嘅。喺2021年第三季 ，ViuTV 嘅頭50大廣告客戶當中，有13個廣告係用 MIRROR 推廣，呢啲都係國際級嘅知名品牌，包括匯豐銀行、三星同麥當勞。正因為 MIRROR 嘅成功 ，ViuTV 嘅藝人管理及活動業務收益更係較上年增加接近10倍，足見姜濤呢一類頂流成員嘅商業價值有幾高。而家講翻姜濤最矚目嘅投資決定，就係佢喺2023年1月購入嘅西環豪宅。根據市場消息同埋多份傳媒報道，姜濤以1800萬港元購入西環德輔道西豪宅唯一嘅一個中層私室單位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662平方尺，係2房1套嘅間隔，尺價大約2.7萬港元，屬於市價水平。單位嘅景觀特別，可以望到西九龍同埋昂船洲大橋嘅海景，而且私隱度極高嘅。佢買呢個單位係以首次置業客戶身份入市，足證姜濤已經開始實踐自己嘅房產投資計劃。講到房產投資計劃，姜濤喺2021年2月接受陳志雲網台節目 Stephen 台傾訪問時，已經透露咗自己嘅夢想。佢話冇所謂，港島區一間就得，邊區都得，橫掂嗰層樓攞嚟收租。我而家呢度銅鑼灣寓所係阿爸阿媽買嘅，我就喺港島區買多間。換句話講，姜濤嘅目標係喺港島區買多間樓，其中一間自己住，其他嘅就用嚟收租。而且佢仲提到，希望喺30歲前完成呢個計劃，買到2層樓。以佢而家嘅吸金速度同收入水平嚟睇，呢個目標應該唔係問題。再講翻佢個人嘅消費習慣，就可以睇出佢嘅經濟實力確實非凡啦。根據嘉恒集團近期公布嘅消息，姜濤喺舊年以約60萬港元購入一架黑色寶馬電動車，型號傳聞為 iX2。呢架電動車嘅主要目的咧係方便接載家人，同埋由於係電動車，唔需要到油站入油，可以避免泄露行蹤。要知道60萬港元對一般基層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天文數字，但對姜濤嚟講，可能只係一個月出 show 嘅收入而已。
順帶一提，寶馬電動車型 BMW iX2 M Sport Edition 係純電動 SUV， 如果用一換一價，新車價為47.9萬港元。而且仲要講一件事，就係姜濤喺西環唯一購入嘅物業升值情況。根據傳媒報道，嗰度嘅單位租金升幅驚人，2年已經累計升 1.5%， 跑贏唔少豪宅物業。雖然樓價跌，但係姜濤佢唔打算拎嚟炒，而係全部放租。而家全城唔想買樓去租樓，呢個情況對姜濤嚟講係非常有利。講完佢個人嘅資產同收入，我哋仲要睇翻姜濤喺娛樂圈嘅其他身份。除咗係 MIRROR 成員，姜濤仲有拍劇、拍電影。佢曾經喺多套電視劇同電影入邊出現。根據 ViuTV 同電訊盈科嘅業績報告， MIRROR 成員喺拍攝呢啲內容時， ViuTV 同電訊盈科都會獲得相應嘅收入。而呢啲收入會透過分紅機制分配俾成員，所以姜濤嘅收入來源唔單止係廣告出 show， 仲有拍攝費、演唱會門票分成等等。最後我哋要提及嘅係姜濤喺2025年嘅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上嘅表現。雖然佢因為喺澳門參加活動而缺席頒獎典禮，但係佢仲係連奪2個大獎，包括我最喜愛嘅歌曲同埋我最喜愛男歌手，足見佢嘅人氣仲係相當強勁。而且 MIRROR 作為整體仲係繼續成為我最喜愛嘅組合。綜合以上所有資訊，我哋可以估計姜濤嘅年收入應該喺千萬級別，而且有上升趨勢。首先，假如佢每個月平均出一次 show， 一年12次出 show 已經係600萬港元。其次，佢接近40個廣告，假設平均每個廣告合同係20萬至50萬港元之間，先假設唔係每個廣告都係大製作，一年廣告收入可能係800萬至2000萬港元不等，再加上出演費、演唱會、分成、拍劇費用等等，姜濤嘅年收入保守估計應該係2000萬至4000萬港元。當然啦，呢啲係基於公開資訊嘅推測，實際收入可能會因為多個因素而有出入，包括佢同公司嘅分成比例、稅務安排等等。可能有人會講近年娛樂圈已經開始走下坡，但係姜濤最近開咗1年9場演唱會，同埋每次生日都仲見到姜濤灣，佢嘅人氣仍然有巨大吸金力。你問我嘅話，我都會覺得冇以前咁勁，但係都仍然係吸金王。佢之前有段時間受情緒困擾，都可能影響咗收入同曝光，但最近一出翻嚟又重返市場焦點之一。不過要全面評估姜濤近年嘅吸金能力，我哋仲要睇翻佢個人演唱會嘅表現。根據最新消息，姜濤喺2025年12月剛剛開設咗1年9場重量級個人演唱會姜濤 Lava Live 2025。呢場演唱會係喺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舉行，由 MakerVille 主辦，Catch 音樂娛樂冠名贊助。演唱會原本計劃開7場，但因為反應熱烈，最終加長至9場，喺12月17日至26日期間進行，橫跨聖誕假期。呢啲都係非常好嘅商業決定。講到演唱會嘅門票定價，姜濤設置咗3層票價，分別係港幣1180蚊、980蚊同埋690蚊。每張門票仲要加約40蚊嘅手續費。9場演唱會都係滿座，而且按照一般演唱會嘅售票分佈，高票價座位佔3成，中票價座位佔4成，低票價座位佔3成嘅比例，我哋可以粗略計算演唱會嘅潛在收入。首先，9場演唱會，假設每場平均有12500張座位售出，總共112500張門票。大家先唔好太執着精確數字，我哋先一齊根據帳面數字去計算。計翻條數，當中高票價座位收入係約3982萬5千港元，中票價座位收入係約4410萬港元，低票價座位收入係約2332萬5千港元。總合起嚟，9場演唱會嘅門票粗略總收入估計約1億0725萬港元。當然呢啲計算係假設入場人數真係同 Aria 座位上限一致，不過演唱會嘅最終淨收入要考慮多個重要因素。首先要扣除場租費用，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嘅租金根據檔期同時間每場應該係喺20至30萬港元之間，9場加起嚟大約180至270萬港元。其次要扣除製作成本，呢啲包括舞台搭建、燈光設計、音響系統、技術支援、舞蹈編排、特效製作等等，通常會佔演唱會總預算嘅2成至3成，約等於2000至3000萬港元。再次要扣除行政開支、保安人員、保險費、宣傳費等等，估計約1000至1500萬港元。
扣除所有呢啲成本之後，主辦方嘅毛利應該係總收入嘅40%至50%，大約係4290萬至5362萬港元之間。而喺利益分配方面啦，通常藝人嘅分成會佔演唱會淨利潤嘅50%，所以姜濤個人可能喺呢9場演唱會度獲利約2145萬至3753萬港元。當然，佢嘅實際分成比例可能會更高，因為佢係當紅頂流，佢對演唱會嘅吸引力係主要賣點，所以經紀公司應該有議價能力，爭取更好嘅分成比例。基於呢啲因素，姜濤喺呢9場演唱會度嘅預期淨收入應該係保守估計2500萬至3000萬港元之間。呢個只係我個人嘅直接粗略估計，實際可能再打7折，但都肯定係賺唔少。歡迎觀眾留言交流。咁樣計算落嚟，姜濤1年1度嘅個人演唱會已經可以為佢帶嚟接近2500萬至3000萬港元嘅淨收入。對於一般香港打工仔嚟講啊，呢啲已經係相當於100至150年嘅全部薪金收入，絕對係一個相當可觀嘅數字。而且演唱會帶嚟嘅唔單止係經濟效益，仲有文化價值同粉絲經濟嘅提升。就算真實只有呢個收入嘅30%，都講緊成1000萬嘅一炮過收入。講到姜濤近年嘅吸金力變化呢，我哋必須要指出佢嘅商業價值其實喺過去2年出現咗某些波動。根據廣告媒體監察公司 M&Go 嘅數據，姜濤喺2025年第3季嘅 IG 品牌內容廣告銷售額排名已經跌至第10位。呢個對比2021年時佢成為廣告王嘅地位，明顯有所下滑。而且 MIRROR 組合喺2025年第3季嘅 IG 廣告榜上邊，亦只有2名成員上榜。相比起佢哋喺2021至2022年嘅巔峰時期，下降趨勢係相當明顯。但佢喺音樂領域嘅吸金力仍然相當強勁。根據最新嘅 Spotify 同 Apple Music 數據，喺2025年度姜濤嘅6首歌曲都打入咗 Spotify 香港熱門10大，而喺 Apple Music 10大排行榜上面，佢亦佔據咗6個席位。呢啲數字足以證明姜濤喺音樂製作同歌曲創作方面嘅優勢依然鮮明，佢嘅粉絲基礎係非常牢固同忠誠。從收入結構嘅角度嚟睇，姜濤近年嘅商業模式已經開始多元化，出 show 同廣告雖然仍然係主要收入來源，但佢開始更加重視個人演唱會、唱片製作同流媒體收入呢啲領域。演唱會嘅舉辦唔單止為佢帶來直接嘅門票收入，更重要嘅係可以強化佢同粉絲嘅聯繫，提升佢喺娛樂圈嘅地位同商業價值。總結嚟講，姜濤喺近2年固然經歷咗一啲挑戰，包括廣告排名下降同健康狀況嘅影響，但佢嘅綜合吸金力仍然喺香港娛樂圈位處前列。以保守估計，如果我哋將佢嘅出 show 費假設年均12場，每場50萬港元，廣告費估計年均800萬至1200萬港元，演唱會收入估計150萬港元，拍攝費用同其他雜項收入加埋起嚟，佢嘅年收入應該仍然維持喺2000萬至3500萬港元嘅水平。雖然呢啲係基於公開資訊嘅推測，實際收入可能因為公司分成、稅務安排同市場變化而有所出入，但係足以反映姜濤作為香港頂級藝人嘅商業價值。展望未來，假如姜濤繼續保持目前嘅人氣同商業價值啦，佢完全有能力喺30歲前買到2層樓，甚至幾層樓，一層自住，其他收租。以佢目前嘅收入速度，佢應該已經積累到足夠嘅資金去購入第2層樓。而假如佢選擇喺港島區繼續購買，按照目前嘅房產租金回報趨勢，呢啲物業有機會為佢帶嚟穩定嘅被動收入。呢啲都係年輕一代藝人當中比較難得嘅房產投資計劃。最後要強調嘅係，姜濤之所以能夠喺咁年輕嘅年紀就達成呢啲成就，主要係因為佢揸住咗 MIRROR 呢個男團爆紅嘅契機。2018年末出道，到2021年短短3年內， MIRROR 已經成為香港最具商業價值嘅藝人組合，而姜濤喺個組合入面更係成為咗人氣最高、吸金力最強嘅成員之一。呢啲都係佢辛苦工作、不斷接工作嘅結果，同埋佢本身嘅人氣同魅力有關。所以各位想學習佢嘅成功之路，重點就係要不斷提升自己嘅商業價值，捉住機會，同埋要有遠見去規劃自己嘅未來。最後，我諗再次感謝各位收睇天神頻道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呢個分析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追蹤我哋嘅 Instagram， 咁樣先可以第一時間掌握最新嘅娛樂分析。下一集再見。